點啊？我係阿 Max 喎，今日又同大家見面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點解越嚟越多外國人啊，尤其是中國大陸都選擇嚟馬來西亞生活呢。喺個影片開始之前呢，記得大家嘅觀眾朋友幫手讚好、分享、留言，仲有訂閱我嘅 YouTube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俊豪，嚟咗馬來西亞呢邊生活咗8個月一段時間，每日穿梭喺吉隆坡同溫耀嘅街頭。我以為自己對呢個地方已經算幾熟悉，但係前2日，當我第一次去搭雙威 BRT 快捷巴士嘅時候，現場嘅一幕真係徹底震撼到我呢個廣州人。作為一個喺廣州大城市長大、習慣咗快節奏生活嘅人，老實講，喺我嘅記憶入面，一見到巴士、地鐵或者熱門餐廳呢啲關鍵字，大腦自然就會繃緊神經，因為喺地鐵站，大家習慣咗行路要快，搶位要準，稍微慢一步，可能就要等下一班車。但係嗰日喺雙威 BRT 嘅月台，咁啱係放工嘅繁忙時間，月台企滿晒人。當架巴士緩緩駛進月台，車門打開嘅一瞬間，我本能地以為大家會一擁而上，點知完全冇。所有人都非常自覺，好似有某種無形嘅心靈感應一樣。我哋一齊嚟睇下係中國衝入地鐵混亂嘅情況。呢個包咪都俾下我一雙啊！啱啱睇呢個包注意到美女，我就叫我你等着哈。咁啱係放工嘅繁忙時間，月台企滿晒人。當架巴士緩緩駛進月台，車門打開嘅一瞬間，經歷咗等 BRT 巴士之後，我開始刻意去觀察大馬人嘅生活細節。我發現呢種排隊紀律竟然街都係，無論係去熱門嘅餐廳門口等位，定係喺商場入面排隊買杯奶茶，甚至係喺路邊等 Grab， 大馬人都好少會表現出那種好焦慮、好急躁嘅情緒。佢哋會好安靜咁睇下電話，或者同朋友細聲傾偈，耐心地等待輪到自己。當出現咗喺巴士、地鐵人逼人嘅時候面，大馬人嘅嗰種排隊文化真係好神奇嘅。佢唔單止令整個公共空間變得好安全、好舒服，甚至改變咗我呢個廣州人長期喺大城市累積落嚟嘅防備心。有人話要睇一個城市嘅文明程度，唔係睇佢有幾多太空站或者高樓大廈，而係要睇佢嘅文明質素。吉隆坡可能冇世界上最快嘅高鐵，但係呢度有令人好難忘、好熱情嘅城市。每個人喺排隊時有耐性、紀律同禮貌，就係呢個國家最靚嘅人民風景。喺呢度，我真係好想咁對馬來西亞講一句：Malaysia boleh，你哋嘅呢份修養、紀律同禮貌真係值得所有人為你哋點讚。唔知喺大馬吉隆坡生活嘅你，或者嚟過大馬度假嘅朋友，你有冇試過同樣嘅感觸呢？歡迎喺我影片留言。唔該，麻煩你 share 下你見過最溫暖嘅馬來西亞故事俾我聽。如果你鍾意我條片，記得幫我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我係俊豪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